来这个高问题卡到的台北市三大案当中的北投树林科技园区的招标案，议会调查小组已经完成专案报告的初稿，点出到高问题市府有6大的缺陷。 影响高问题的三大案，其中北树科争议的招标案，台北市议会专案调查小组经过3个月密集的约谈，报告初稿已经出炉。50个页内容，重点6大结论，指出当时市府再三放宽招标的条件，而且产业规划临时变卦。 甚至 T17、T18这2块地免投资计划书是犯下行政缺失。后续3期地合并招标的决策错误，地书成效不足，而且市府和原台2边的讲法不同，所拢无参加调查会议。元大曾经2度的发声明说，他们公司财团完全没有参加北市科的招商而且也没有意愿那这个部分就发生了罗生门。那这个疑点，简书培更加压出高问题的副手吴欣盈担任成功副总经理的期间，是为2019年11月到2022年10月，这个时间和北树科招标案完全顶塔。Q 属的全部都被星光人寿 Q 起，怎么这么刚好？流标过程之后给市政府的建议又这么刚好，全部都被柯文哲市政府所接受这到底有没有瓜田李下完全不避嫌。虽然初稿无讲到，严格上尾版的报告卖列入这个部分，感谢党完全摘掉独立财团的嫌疑，邀请派讲。在这初稿里面呢，基本上忠实的记录当时整个调查过程，还有每一个来参与调查的人员他所陈述的内容，我觉得给市政府一个警惕，在当初设定的决策的时候，就要仔细的思考清楚。严格毕竟约谈的过程，部分的关键人物并不参加，有案有未少疑点，恐惊需要检调，继续调查。Hello， 我是庄慧琪。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